大家好，今日咧同大家講呢一單嘢咧都幾爆炸性。最近呢個講法咧越嚟越多人講啦，咁就話葡萄牙政府咧究竟咧係咪有意拖延黃金簽證咧？到底係陰謀論啦，定係有根據嘅咧？我同大家一齊分析一下。呢位人士咧叫做 Antonio Leitão Amaro 咧，佢係一個 Minister of Presidency 啊，咁樣佢係一個政要啦。2025年10月咧直接講過咧就呢一句說話，大概意思就係咧政府咧會優先處理比較弱勢嘅移民，而黃金簽證嘅投資者咧放就係最後處理，佢哋最有錢，俾得最多錢嘅人。呢句話講咗出嚟咧就問題好大啦，因為咧如果你行政處理唔切咧係能力嘅問題，如果你係刻意排後咧咁啊即係變成咧政策嘅選擇。依家唔係塞車，而係你故意咧唔開條路俾佢行。你嘅辦法咧，法院係點睇咧？呢件事情唔係淨止口講嘅，而係咧有實際嘅法律效果嘅。葡萄牙法院咧以多次判決咧，AIMA 咧即係以前係 SAF 啦，延誤而係違法嘅，因為法例規定咧90日以內咧要作出有個決定。而其實好多現實嘅係咧，好多投資者咧等超過1年，甚至係幾年。最誇張嘅係咧，打官司嘅投資者咧勝訴率咧係接近90%。法院甚至會咧強制政府咧喺7至30日內咧安排咧生物識別啦，即係 biometric 啦，同埋批出嘅決定。即係點咧？法院其實已經變咗係加速器啦。咁咧唔告咧就基本上慢慢等啦。第三個部分咧積壓有幾嚴重咧？數字咧就都幾驚人嘅。2025年年初咧，黃金簽證嘅積壓咗咧係55,000宗嘅申請吓，而政府講咧喺2026年咧清晒佢所有嘅 backlog，仲預計咧帶來8500萬嘅收入。咁呢個聽住先啦，當然問題就係咧，之前都講過類似啲咁嘅承諾噶啦，結果咧全部都做唔到，而家好多律師都話咧呢啲承諾咧可信性咧係非常之低。四部分咧點解突然間咧加速處理咧？咁大家都留意到啦，2026年咧年初開始一個非常之奇怪嘅現象，就係AIMA突然瘋狂咁約咧我哋嘅 biometrics，一晚之內咧安排大量嘅預約，睇落好似咧好事啦。業界咧就覺得呢啲可能只係做樣，冇制度改革而真正嘅解決問題。第五部分咧真正影響係咩咧？關鍵咧唔係慢，係信任崩潰。老實講啦，即係我同相熟嘅律師咧都傾過啦。咁其實咧，依家咧移民局咧除咗黃金簽證之外咧，所有嘅 case 咧係有80萬等緊批嘅。咁80萬個數字咧幾咁可怕咧？你諗下，如果佢哋移民局請800個人，咁每個人咧要處理嘅 case 咧係有幾多咧？每個人咧佢哋每個手頭上面嘅 file 咧就要100個 case。咁如果每一個人咧都要認證你嘅文件啦，要睇下咧佢哋嘅文件咧係咪真實嘅，查呢個人啦，究竟佢嘅良民證係咪真噶？咁佢係咪呢個人係真係存在？咁你有100個 case， 我就高度估有佢請800個人吓。咁我估咧，肯定咧係請得少過800個人噶啦。係舊申請人咧冇過度嘅保障，即係話你哋當場咧入場嘅規則咧，可能已經完全唔同晒。咁啊，嗰個最根本嘅問題就係政府有冇刻意咧係拖延黃金簽證咧？有官方話咧就話支持咧優先處理嘅，有法院判決咧證實咧係延誤違法啦，有大量嘅案件咧顯示咧係制度失效啦。關鍵咧唔係有冇拖延，而係呢個制度咧究竟值唔值得繼續相信咧？咁啊，如果你係準備投資咧，葡萄牙咧，依家咧應該做2樣嘢，就清楚嘅法律嘅風險，而同埋揾一個識打官司嘅律師。因為現實咧，即係你有錢咧就快啲，如果唔識利用法律嘅話咧，就會慢啲。咁啊，希望咧大家咧就睇我哋 channel 啦，咁中意咧俾個 follow，俾個 like，再見。